真正高手同普通人嘅分別就係高手為因，一般人呢就為果。咩意思呢？就係真正高手呢，佢會從因出發，因果嘅因啊。咁一般人呢就會從果出發，就會補救啊。喺見到結果嘅時候先驚啊，先至做處理啊。但係真正高手呢喺邊度部署啊？就係喺個因上面部署。OK， 正所謂因緣果報，一定係有因先啦，跟住配合個緣分，跟住個果嚟啦。報係咩呢？報就係你對呢個果嘅一個睇法。OK， 咁你報完之後有唔同睇法呢，跟住又創造出一個新嘅原因，跟住因緣果報，因緣果報就不斷去無限地輪迴啦。咁今日想講下咩呢？就係高手從因出發，普通人就從果出發。個比喻好似係咩呢？就間屋漏水，咁一般人呢就睇到，漏水啦，埲牆係嘛，即係滲水啦開始，咁佢會點做啊？佢就買嘢翻嚟修補咯，就補下埲牆啊，油個油啊，貼啲膠紙上去啊，等等。咁高手會點樣做？高手就梗係從源頭出發，邊度漏水？係原來樓上漏水啊，對面漏水咧，隔離漏水啊。OK， 咁啊由個源頭去堵塞。咁所以我哋一般人點解往往好多人都花好多時間，好內耗，用晒你嘅 energy 都冇結果呢？係因為你從個果出發，你冇喺個因上面處理。好耐以前咧讀過本書叫做 QBQ 啊，叫做 Question Behind the Question 啊。OK， 即係問題背後的問題係乜嘢呢？咁本書即係講到最後係咩呢？原來所有嘢嘅問題背後都係出自於我哋自己。OK， 即係所有問題嘅源頭，如果你一路揾一路揾，問題最終係乜嘢呢？就係每個人嘅自己。OK， 只要你即係將所有問題嘅源頭去返自己嘅本源入邊呢，咁其實你就即係負責任地去面對所有嘢。咁啊，用揾錢做例子啦。咁啊，有啲人點解成日揾唔到錢啊？建立唔到財富啊？咁建立唔到財富係果嚟噶嘛？咁好多人就會點做呢？我勤力啲先，返多幾份工先識多啲人，見多啲人，努力啲，返8個鐘唔得，咁啊12個鐘，12個鐘唔得，返夠3份工，返24個鐘。咁呢啲人通常會點呢？我都好少見過一個人，即係或者一個富翁啦，係因為佢一日工作20個鐘而成為富翁嘅。咁好啦，咁亦都有啲人揾好多錢㗎。我亦都識好多人係年薪過千萬啦，即係過百萬已經好，香港嚟講好基本啦，即係基本生活費啦。過千萬我都識到，但係叫佢可能拎100萬出嚟，100萬現金可能做一個投資啊，或者佢戶口有冇100萬呢？可能都冇喎。OK， 即係累積唔到財富喎。咁呢個都係個果嚟喎。咁所以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？我哋就要揾翻佢揾唔到錢背後嘅真正原因係乜嘢？即係佢 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